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仔仔。接住落嚟有番說話想同阿神講，對不起，是我在幾年前發布一支影片，是模仿你的語氣，是完全沒有尊重你作為300萬訂閱的一個直放主，我深感遺憾，也很後悔當初做的決定。這段時間我並非選擇逃避，而是希望以更負責任的態度去釐清問題，所以阿神何時跟我合作？相信大家都睇過阿神嗰條關於抄襲嘅影片啦，其實係一條關於對於我條片嘅 reaction 嚟嘅。咁今日我就 reaction 佢嘅 reaction。下一位呢是一個比較小的 YouTuber， 他就有16080訂閱，不高，真的不高，16080訂閱。那上面寫說頻道即將消失，竟然模仿阿神，他寫得非常的嚴重誒。係啦，寫得唔嚴重啲，你點會睇啊？3、2、1。喜歡我的影片的話，可以留下一個大大的喜歡，因為我知道阿多出現嘅所有粵語，誒，他講粵語誒，香港人或澳門人，就香港人嚟嘅，唔係澳門。多謝。講到模仿。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，可以留下一個大大的喜歡。我從今天開始要學他。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，記得留下一個大大的喜歡。留下一個大大的喜歡。唔得，我要再模仿多次，絕對接受唔到係最後係 D tier。哎，你可以教我一個粵語的版本。我上次已經來，我可以叫他教我一個粵語的版本。我 email send 咗喺我條片嘅下邊，如果要合作嘅話，揾我得噶啦。今天可不可以突破一個喜歡？沒，這個佢把聲超好聽咯。哦 ，S tier。多謝。好彩我讚咗佢好聽嘅，如果唔係真係俾人告。咁同埋我都交代翻咧，我最近做緊啲乜嘢啦。咁1年都冇拍過片咁樣。咁其實一嚟就係對 Minecraft 已經冇晒任何嘅興趣啦。雖然我有睇過嗰個電影嘅，咁但係咧我已經唔想再玩啦，都應該唔會再更新 Minecraft 嘅影片噶啦，係啦。係阿神無意中發現咗我條片，我先至去拍翻一條做叫個回應咁樣啦，係啦。咁如果中意我呢個channel 嘅話，可以 follow 嘅，繼續 follow。但係我諗應該更新嘅頻率應該唔會太密嘅，之後都好。咁中意我條片就 like and subscribe 咁同埋 follow 我 Instagram 啦，拜拜。